莫里萨卡，林田山的另一个美丽称呼。不但如此，它还有着花莲小九份的雅号呢。说到这个离花莲市约40公里，但却隐藏在中央山脉山脚下，有着浓厚大河风味的小山城，不要怀疑，它曾经就是东台湾林业开发史的重要据点。不过成也木材，败也木材，随着林业的禁止砍伐，同时也让这个曾经是万头钻洞、人声鼎沸的伐木林场，逐渐的走向落寞。而当年的风光一时的蹦蹦车，如今却也满载着林田山人的过往记忆走进历史了。当初了伊开发时，又当到的人桥，又两三千沙，了这人呢，一部分伫台地善堂，所以讲了伊台人呢，台即个有各地方人，内人有外省人，你客家人有河洛人，韩国有个原住民，台即个大了屋呢，因可以看得到了，虽然冇进发，但是台即个价钱上温啦，同人物价注目嘅东西，台即个就地公呢係急一係新物嘅东西，所以讲台即个非常嘅相亲相爱了位林田山林仓透過了搭嘅莫里萨卡，莫里萨卡的意思是日本话，圣，你中国是圣版啦吼，以圣灵的下坡的意思呢分享台这个呢在莫里萨卡了啊。没错，只要肯努力，就会有希望。我们相信林田山这个东部最美丽的莫里萨卡，有一天会以最美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我依旧是最棒的。沿着这条美丽的9号公路往下走，进入眼前的便是这一座曾经陪伴着所有花莲人超过半个多世纪的花莲光复糖厂。还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糖厂的冰淇淋呢，那冰冰凉凉的滋味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呀。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停放在一旁的火车头，曾经它有着属于它辉煌的过去哦，如今它却静静的默默地期待着那属于他生命中的第2个春天。花莲糖厂是很老一个厂，大概有7、80年的历史。那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已经把这个制糖这个业务已经结束掉了。那虽然说这个制糖业务结束掉，但是我们这个厂呢，在东部还保存着整套的这个制糖设备。我们除了说要教育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呢，我们以往这个制糖这个整个历史以外呢，所以说它保了这么一个教育功能。那另外呢，我们可能会明年度呢，我们会弄一套动态的设备，让大家来走糖这个是我们一个对社会上的这个一个回馈。那重点呢，我们是把它摆在说，把这个厂转型作为一个休闲的产业。那在今年呢年底之前呢，我们会整设游客服务中心，我们会修改一些宿舍，来提供多元化的一个让顾客的多元化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有入住住宅，我们把原先的这个员工的宿舍呢，我们修改，让它有一个日本的味道，让这个游客呢能够体验一下以往日本人在东部开发这个糖厂的时候呢，他们住宿环境是怎么样，那味道是怎么样，这是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我在这边非常欢迎各位观众呢，能够多利用时间到花莲来走一走，也到我们花莲糖厂来享受一下这种很悠闲，然后很清静，然后很漂亮的一个风光，然后欣赏一下这个海岸山脉跟这个中央山脉，这个整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山好水的风景。时光匆匆，在历经了80个寒暑之后，糖厂也许昔日的风采不在，但转变却是在一次出发的开始。让我们期待着糖厂以全新的风貌，在结合了观光休闲的产业之后，重新立足于世人的面前，同时也能让这座深具历史意义的花莲糖厂永远传承下去。